我最近花咗好多時間去觀察緊嗰啲生活得好似毫不費力嘅人，嗰種感覺好吸引，係咪？佢哋行事為人散發住一種好乾淨、好流暢嘅能量，無論係穿梭喺擁擠嘅人群入面，定係安靜咁坐喺度傾偈，佢哋身上總係有一種完全唔似刻意經營嘅優雅，就好似佢哋喺做人呢一課擁有更多經驗咁，好似佢哋已經練習咗好耐好耐，所以揾到咗一種我哋仲摸索緊嘅節奏。當你喺佢哋身邊，你感受唔到任何摩擦，喺佢哋嘅存在入面揾唔到任何稜角，你只會見到一種好靚、好穩定嘅流動。作為一個觀察者，你會不由自主咁感受到嗰種強烈嘅對比。我哋太習慣生活入面嘅噪音啦，諗太多，尷尬嘅沉默，仲有嗰種要不停調整自己企位或者講嘢方式嘅壓力。我哋用咗好多力氣先勉強維持到自己嘅形象，但係你竟然會見到有人完全唔需要費力，就仿佛恩典已經變咗做佢哋嘅母語，一啲已經深深植根喺佢哋生命入面嘅嘢，隨影隨行。我一直喺度諗，箴言點樣描述呢種氣質？佢話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覺甘甜，使骨得醫治。呢種乾淨嘅感覺有一種好大嘅吸引力，呢種處世方式係無縫嘅，佢嘅存在就好似一條清澈平穩嘅溪流，完全契合，毫不費力。或者識得做人唔係在於要準備得更充足，或者係在於將自己更傾倒出嚟。當你唔再咁用力去捉緊自己嘅時候，呢種事就會發生。當你肯放低嗰啲要做邊個嘅稜角，你就唔再有摩擦力，你唔再係靠蠻力去衝，而係順住一股安靜穩定嘅清流去前進。當你喺某個人身上見到呢種乾淨嘅感覺，你係見到緊一個唔再被世俗重量所困擾嘅生命。好簡單，好純粹。對於我哋呢啲喺旁邊觀察嘅人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安靜嘅邀請。佢提醒我哋，原來仲有另一種行路嘅方式。嗰種方式唔係要掙扎住去做啱每一件事，而係在於活在當下嘅美。所以，如果你今日覺得自己有啲笨拙，如果你覺得自己仲係學緊做人嘅基本步，唔緊要。或者你並無做錯，或者你只係處於尋找自己節奏嘅過程入面，或者同一份恩典亦都正喺度一點一滴咁傾注緊入你嘅生命入面。